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6月2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6篇，创世纪25章第7节到11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13节到第3章第5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坚定站立。亚伯拉罕得到了上帝的赐福，也蒙上帝的呼召来跟随他。他100岁的时候得到儿子以撒，然后75年之后他就安息了。可能有人会问，那么上帝的应许赐福那就不中断了吗？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故乡、亲族和你父亲的家，到我要指示你去的地方。我要使你多子多孙，他们要形成大国。我要赐福给你，使你大有名望，这样人要因你蒙福。祝福你的，我要赐福给他们；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我要借着你们赐福给万民。应许中，上帝提到了这个多子多孙，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应许赐福不会因为亚伯拉罕的死而终了。这个是一个持续不间断的赐福与应许，特别在面对亲人的安息以及过往，虽然在这个苦难的当中，痛苦难过里面，但我们仍然能够领受上帝的应许同在以及他的安慰，依靠耶稣基督来坚定我们自己，这个很重要的。这是我们都知道，人生最大的苦难就是与亲人分别嘛。那因为相信而领受上帝持续的应许，我们就能够坚定站立在主的真理与教导那个约上面。创世纪非常明白的这样的说道，亚伯拉罕想长寿，在高龄175岁的时候死了。他的儿子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这洞在曼利东边，原先是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地。这块田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过来的。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都葬在那里。亚伯拉罕死后，上帝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住在毕尔拉海莱附近。保罗非常关心帖撒罗尼迦教会基督徒的信心，因此他差派了提摩太前往那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去关心他们，去坚固他们的信心，就如同昨天我们分享的一样，帮助他们坚定的站在主的真理上面，去面对逼迫。保罗劝勉他们说，主所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常常为你们感谢上帝，因为上帝拣选了你们，借着圣灵成圣的工作和你们对真理的信仰，使你们先得救，
借着我们所传给你们的福音，上帝呼召了你们，他呼召你们来分享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们，要有坚定的信心，对我们所教导的真理，无论是传讲的，或是在书信中所写的，你们都要坚守。上帝爱我们，由于他的恩典，他赐给我们永恒的毅力和美好的盼望。愿这一位父上帝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激励你们，使你们有勇气来宣传和实行一切美善的事，坚定的站立呢 ，stand firm， 在华语圣经的翻译是坚守，意思就是说要在上帝的真理教导的基础上坚定的站立，无论遇到任何的困难境况，都不可以摇动。就如同摩西在重申上帝的诫命的时候，他对以色列人所说的，但那爱我遵守我命令的人，我要以慈爱对他们，甚至到千代子孙。耶稣基督的教导说，你们若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要祈求父亲，他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劝慰者，永远的与你们同在。他就是真理的灵，世人不接受他，因为他们看不到他，也不认识他，但是你们认识他，因为他在你们的生命里常与你们同在。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到17节的经文。是的，我们都必须时常的思想上帝的诫命、法律以及规范，以免我们也因为受到逼迫因为环境的变迁因为苦难的来临就改变了我们的信仰态度，就远离了上帝。我们都需要被提醒，我们都需要彼此的代祷。保罗也要求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基督徒们为他们自己来祷告，他盼望他们所传的福音可以快快的被传开，并且能够得到尊重。保罗这样说，末了，弟兄姐妹们，请为我们祷告，好使主的信息快快的传开，并且得到尊重。好像你们中间被传开得尊重一样，也请你们祈求上帝救我们脱离邪恶的人，因为并不是人人都信从主，但是主是信实的，他会使你们坚强，使你们不受那邪恶者的侵害。主使我们对你们有信心，我们确信你们是在实行，并且要继续实行我们所吩咐的。愿主引导你们，使你们对上帝的爱有更深的体验，并且有基督所赐的耐心。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坚定地执行他的真理，坚定地走在他的道路上，被他所呼召，成为主福音的使者。诗篇126篇，上主带我们返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像做了一场梦。我们欢笑，我们快乐歌唱，别的国家就议论说，上主为他们成就了大事。是的，上主为我们成就了大事，我们多么快乐啊！上主，求你把我们带回故土，像雨把水带回干枯的河道。愿含泪撒种的都欢呼收割，带着种子流泪出去的人，要抱着禾捆欢乐地回来。如何面对困境苦难？我们都知道，靠自己的力量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才需要救恩呢。在我们面对软弱的时候，应该学习保罗所说的：“我软弱，主刚强。”靠着坚定站立在主耶稣基督的真理，领受他的救恩，那我们就能得胜。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